大家好，今日我會帶大家進行一啲喺屋企都做到嘅團腿運動。我哋會由2個熱身動作開始，再做4個團腿動作。每個動作之間會有休息嘅時間。畫面左下角亦會有倒數俾你參考。做呢啲動作，你會需要一張凳同埋瑜伽墊。如果屋企冇瑜伽墊都唔緊要，只要記住着返防滑嘅運動鞋就冇問題啦。喺開始之前，請留意呢幾個安全小貼士： 1. 按照住自己嘅能力做動作； 2. 要着住合適嘅衫同鞋； 3. 適當地補充水分； 4. 確保身邊有足夠嘅空間；最後，記得要隨時按需要休息，千祈唔好勉強自己。準備充足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啦！熱身動作1：站立抱膝30秒，企直身，收緊核心肌肉，並保持平衡。抬起一隻腳直至膝頭接近胸口，用雙手輕輕將腿拉近自己，同時保持背部挺直。停留1秒，再放低隻腳，然後換邊左右交替。熱身動作2：側步跨身出拳30秒，雙腳打開至膊頭闊度，膝頭微微彎曲，手握拳頭擺喺心口前面。開始嘅時候，將一隻手臂向身體對角線方向出拳，返去深蹲位，換另一隻手向第二邊出拳，左右交替。運動1：椅子輔助深蹲40秒，企喺一張穩固嘅凳前面，雙腳打開至膊頭闊度，腰背保持挺直。坐低嘅時候，慢慢彎曲膝頭向後坐，直到臀部輕輕掂到凳面。起身嘅時候，上身微微向前，用腳踭發力推返上去企直嘅狀態。全程記住收緊核心肌肉。20秒休息時間。運動2：臀推40秒，仰臥喺地下，屈曲膝頭，腳掌踩實地面，手平放喺身體兩側，用腳踭發力，將臀部向上抬起，到最高位嘅時候收緊臀肌，慢慢控制住將臀部降落返去起始位置，記住全程收緊核心肌肉。20秒休息時間。運動3：前後腿深蹲，每邊15秒，雙腳前後放好，前腳踩實地面，後腳用腳尖掂地，慢慢彎曲兩隻腳嘅膝頭，後腳膝頭向下落接近地面，前腳膝頭對齊腳眼，唔好前過腳尖。
起身嘅時候用前腳發力，推返上去起始位置。完成一邊之後，換另一隻腳向前，再做同樣嘅動作15秒。20秒休息時間。接住落嚟係最後一個動作啦，加油！運動4：死蟲式，40秒。仰臥喺地下，雙手向天伸直，將膝頭屈曲成90度，慢慢將手臂同對側嘅腿伸展，直至貼近地面。途中記住收緊核心肌肉，保持背部貼實地面。做完一邊後，返去起始位置，再換邊重複。而家只要將動作1至4嘅流程由頭按呢個順序同埋時間再做多一次，成個團腿運動就完成啦。係唔係好簡單呢？呢4個動作唔需要複雜嘅儀器，喺屋企都可以做到。等我哋一齊多啲喐動身體，維持健康嘅體魄啦。下次再見。